林振昇議員。多謝主席。遙距聆訊係法庭運用應用科技提升運作效率嘅重要措施，亦都有助法庭喺疫情或者其他極端嘅情況之下，即使法院未能夠如常開放，亦都能夠進行審訊。喺現時嘅法定框架之下，只要能夠滿足司法公開以及聆訊公正嘅原則，法庭係可以指使使用遙距聆訊。但係今次條例草案就係進一步訂明遙距聆訊嘅運作、申請同埋佢嘅效力，以至涵蓋法官嘅權力，法院需考慮關於遙距聆訊令嘅因素等等，提供咗完整嘅法律框架。更加廣泛使用遙距聆訊係可以提升法庭運作嘅效率。但係我都認同部分嘅法律程序基於風險同埋實際嘅限制之下，部分嘅情況係唔適合使用遙距聆訊，包括同國家安全法律嘅程序、刑事案件嘅審訊等等，以至易受傷害嘅證人。依家都已經有一套行之有效嘅特別程序去處理，因此我都認同唔應該包括喺裏邊。另外，我特別關注一啲無律師代表嘅人士係咪有足夠嘅指引同埋支援俾佢哋，讓到無律師代表嘅與訟各方都係可以順利使用遙距聆訊。以勞資審裁處為例，喺2021年至到2023年期間，進行咗58次利用視像會議設施進行聆訊。相信主要因為新冠疫情嘅因素，使用遙距聆訊個案喺2022年係比較多嘅，全年就有38宗，但係之後喺2023年嘅數字呢，亦都係有所回落。普遍工友對勞資審裁處嘅程序都未必係好熟悉，而工友亦都係無律師代表嘅，更加唔好講話知道有遙距聆訊呢個選項。所以我希望條例草案通過咗之後，司法機構都可以繼續宣傳有關遙距聆訊嘅資訊，向與訟各方提供更具體嘅指引，說明所有嘅細節同埋操作，亦都可以透過工會協助向工友講解，讓應訊者可以作出選擇是否用遙距聆訊。因為依家好多嘅個案呢，僱員喺遇到勞資糾紛嘅時候呢，其實係已經離咗職，揾到新嘅工作，而新嘅工作呢，亦都好難安排假期呢去出席法庭嘅聆訊。如果可以俾佢哋用遙距聆訊，相信係能夠為佢哋提供靈活同埋方便。而喺特定嘅情況之下，如果得到勞資審裁處嘅批准，當事人係可以由獲授權嘅已登記職工會出席聆訊。政府嘅代表喺法案委員會之中，亦都表示喺呢啲情況之下，如果係遙距聆訊，職工會嘅代表亦都係可以參與。我對此表示歡迎。而關於遙距聆訊，我亦都關注司法公正嘅問題，如何確保遙距參與聆訊嘅證人係自願而且唔受干預同埋威脅情況之下進行呢？例如會唔會有人喺鏡頭以外滋擾或者作出影響，甚至喺電腦畫面嗰度呢係有作供嘅提示等等。期望法庭盡量喺遙距聆訊嘅安排規格上做好把關。而條例草案第9條亦都列明，如果法官認為使用遙距聆訊對證人可靠性以及取得嘅證據有不穩妥之處，係可以更改或者撤銷遙距聆訊令，要求訴訟方親身出席聆訊。相信喺具體嘅操作安排同埋法官把關嘅情況之下呢，司法公正係能夠得到確保。另外喺法案委員會嘅會議裏邊呢，亦都有討論到唔出席遙距聆訊係唔係會構成藐視法庭罪。條例草案第14條嘅立法原意就係讓缺席遙距聆訊嘅後果同缺席實體聆訊嘅後果係相同嘅。我同意遙距聆訊同實體聆訊一樣，我哋都應該尊重，因為呢個係一個好嚴肅嘅程序。雖然
條例草案並冇明文指出缺席遙距聆訊係會引致藐視法庭嘅後果，但係如果因為缺席可能妨礙咗司法工作嘅妥善執行，亦都有可能構成干犯刑事藐視法庭。進行遙距聆訊嘅時候呢，可能應訊者因為電腦嘅技術啦、網絡嘅問題，以至收音等等嘅問題呢，未能夠有效出席遙距聆訊。喺呢種特殊嘅情況之下，如果並非故意缺席遙距聆訊，而又有合理嘅解釋，我亦都希望呢係能夠從寬處理。政府嘅代表呢亦都表示缺席法庭嘅聆訊，包括遙距聆訊嘅後果，會因應缺席者參與嘅角色啦、缺席嘅原因、法律嘅程序嘅性質、案件同埋其他相關情況而有所不同。相信法庭係會作出審視。最後，我期望司法機構持續探討使用更加多嘅科技嚟到加強法院運作嘅效率，與時俱進。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